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阿门。为着我家己个话这边，哈利路亚，阿门。感谢主，让我伫今仔日会当徛伫讲台顶，来甲大家参加来敬拜阿罗咱的上帝。伫遮也要大声来感谢咱阳光教会兄弟姊妹，伫过去的时间，伫顶礼拜的时间，为着我来代祷。大家知影我伫顶礼拜有手术，总是伫今仔日，我勇敢徛伫台顶，来甲大家来敬拜。哈利路亚！实在感谢阿罗咱的上帝，我即摆无胆徛伫遮。总是主予我刚强壮胆，哈利路亚！伫顶礼拜手术的过程的中间，主实在有真大医治的恩典伫我的身上。伫我要入去手术的时阵，诗篇23篇真做我心中上大的帮助，因为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无地够欠缺，这真做我上大的安慰。伫我手术出来的时阵，我真紧手术的时间真短。真顺序的来出院，就来得到伫病房。伫下晡真紧的时间，我就落门床啉食，一切正常，超越医生的进度。甚至医生有开止痛药啊，我第一遍食了后，我较发现讲我其实都袂痛，所以我连止痛药拢无食。迄阵我较了解到。有当时咱出伫咱人的需要，咱的人的软弱的时候，咱会认为讲我需要这，我需要这，但是咱拢袂记住，咱一定有上帝，有上帝的平安，有上帝的喜乐，有上帝的保守伫咱的生命中间，咱无搁需要其他的。就亲像我了解讲，我明明都袂痛，为什么我得食止痛药啊？感谢主，所以迄阵我就知影，上帝是我的一生的帮助，上帝是我上大的倚靠，感谢我的主，阿门。所以咱伫今仔日来到伫主的圣殿，三甲来敬拜上帝的时阵，咱就知影这是圣神的引带，因为主要上好的，一定赏赐伫咱每一个人生命的中间。上帝所加添伫我生命内底，互我伊所经历的一切，也要加倍来祝福伫每一个兄弟姊妹的中间。特别甲咱伫直播顶面的兄弟姊妹三角地地，这个时阵要邀请咱兄弟姊妹，咱做伙起立，咱安静咱的心来提开咱的双手，咱欢迎圣神来到伫咱的中间，进入伫咱的心中。哈利路亚！咱做伙来讲，圣神，我欢迎你。我欢迎你，圣神，我邀请你，圣神，我邀请你，圣神，我靠慕你，圣神，我靠慕你，圣神，我爱你，圣神，我爱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个时阵，咱要用使徒圣经，搁一遍来告别咱的信仰，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丢彼拉多任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国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名。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佮共同的教会，圣徒的相通，罪赦免，肉体佮我永远的活命。阿门。咱的主是咱一世人的主宰，是咱一世人的倚靠。伊的疼痛，伊的帮助，拢是信实的。阿门吗？咱互咱用一个低调的心，做伙来敬拜阿罗咱的上帝。上帝大开力，来带领咱跨过一切困难。哈利路亚！虽然道路崎岖，危险艰苦，总是心内知影，你一直同在。虽然微微了解，就袂尴尬。总是
刷开，大海有路出来，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同在，你手顶的火焰，天地心的听，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同在，大山为我刷开。让咱将俄罗的普国声归一切敬拜俄罗，给咱的上帝，因为咱的上帝特定咱俄罗。哈利路亚！耶和华赐福满满在咱每一个人生命的中间。上帝恩典加添给咱，但每一个人拢袂因为安尼来失去什么，更较多是得到上帝的福气。咱大声请跟关带咱来听。咱为头要请兄弟带咱来迎，残中的白灵是无嫌过什么，下顶的百合花春天现，咱请姊妹。来敬拜咱上帝。耶和华就好满满，亲像海边河川，温暖出海的高万世代。
俄罗声永远无煞， Amen. 因为咱的主搭伫咱的俄罗， Amen. 伊是听咱的上帝。哈利路亚！咱将咱的心、将咱的性命一切交托伫咱上帝的手中，伊要听从咱，伊要应允咱的祈祷。 宣布上帝的意要，共同传扬奇妙的作为，连开双手，万民的巴掌，万民心里，你是完的上帝。 你的宣布，上帝的意要，永永传扬奇妙的作为，连开双手，万民的巴掌，万民心里，你是完的上帝。 充满荣耀，万民敬拜，万民上帝，完美尊重你，神的荣耀尊贵，灵力拢归于你。 宣布上帝的意要，共同传扬奇妙的作为，连开双手，万民的巴掌，万民心里，你是完的上帝。 上帝。
能力充满伫咱至圣的主耶稣的手中，伊搬过咱一切的困难，伊吩咐咱，唔通为着明仔来看路，因为已经赢过这个世间。兄弟姊妹，伫这个时阵，咱要用上帝所赏赐咱祈祷的权柄，咱要三甲来祈祷，咱要为着咱伫咱花莲、咱台湾的同胞来祈祷。伫这个时阵，伫花莲光复乡的所在，因伫艰苦的中间，有侪人也因为安尼来丧失性命。咱毋知上帝的作为是啥物，总是咱会通借着祈祷，求主来掌权伫这个中间。咱也看见咱侪台湾的人民前往伫花莲的所在来救灾，也求主保守因，互因一路得到平安，互因伫救灾的过程充满着智慧甲开力，互咱的政府也有智慧甲开力来整理这的一切。咱举起咱的双手，哈利路亚！咱做伙，咱来喊话三声：主啊，主啊，主啊！了后，咱做伙开声来祈祷，1、2、3，主啊，主啊，主啊！主啊，我们这下来祈祷，主啊，我们为着万台湾华人同胞，主啊，我们大家主啊，我们只想特别上帝，主愿恳求主怜悯阮台湾这个特殊。主啊，阮知影阮台湾是主你所建调的，是主你所亲手经选祝福的。总是主愿伫华人的同胞，伫这个时阵也伫苦难的中间。主啊，我们为着因特别来祈祷，求主你来掌权伫因的成就的中间，伫中间的过程的内底，犹原充满着平安。也有阮也有侪人伫这中间来丧失性命，伫这遗族、伫这家属的中间因艰苦心，总是求主你亲手扶持甲安慰，因为主你是怜悯的主，主你是疼痛的主。主啊，我唔知你的旨意如何，总是主愿相信，主你的确要施了恩典伫这个中间，你要让我看见主你阁有更较大的作为来彰显主你的荣耀。主啊，恳求主你使用阮每一个人，虽望阮无参与伫这种救灾的中间，总是阮透过祈祷，阮也要来祝福阮的同胞，祝福阮的人民。求主你赏赐智慧，伫这执政者，伫这掌权的人的中间，阮也有侪同胞前往伫救灾的过程，也求主保守因，互因出入平安，互阮众人，互阮台湾成做合一的国家，互阮同心一意。来为着阮的同胞来打拼。主啊，阮也要特别为着阮信的长老来祈祷。伊这个时阵也伫病院的中间，求主你的安慰，求主你的平安时刻甲伊三角伫地，特别有主你医治的带领要临到伫伊的身上。就亲像主你一定引带我甲永伟长老来到倒来伫主你的圣殿，做伙来敬拜你一样。主啊，阮也相信，阮宣告，甚至长老要的确要倒来伫阮的中间，甲阮做伙来敬拜我的上帝。主啊，阮将阮的台湾，将阮眼光教会，将阮甚至长老全人交代伫主你的手中，恳求主你来引带赐福，阮安尼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尊名，阿门。上帝，在你宝座里，心灵充满荣耀，万民因他赞美上帝，完美尊重你，心给荣耀尊贵，明天。在这边来宣告，上帝讲有就有，你讲有，命令就
光辉咱就有生命。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完成嘅荣耀，一切尊贵咱大权能，拢归于咱的至上至大的上帝。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感谢主，圣神就伫咱的中间，因为主耶稣的宝座就设立伫圣殿的中间，甲咱三个伫地。阿门。兄弟姊妹，请坐。恭读圣经经文记载伫新约圣经哥林多前书第15章57节到58节，咱做声来读，请。感谢上帝，伊通过咱的主耶稣基督，互咱得到胜利。所以，亲爱的兄弟姊妹，着徛在毋通动摇，着常常尽力为主做工，因为恁知为主着活做工。一定袂落空。圣经讲堂到遮，这是咱请本堂牧师潘牧师来甲咱证道。伊今日要讲的题目是：有主的人生不再白费。有主的人生不再白费。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咱会当聚集伫遮，搁倒来到伫上帝圣殿，这是一个非常福气的代志。你甲边的人，你甲伊讲，今仔日倒来礼拜日福气啦！哈利路亚！感谢俄罗主，咱伫今仔日，咱牧师互咱的一个主题来，咱做伙来念来，有主的人生，哇！你活到伫即个年岁，你感觉你的人生怎样？有满足无？还是感觉讲还佫欠啥？欠一栋厝？哇！有上帝的人生无佫白费，你有赞同无？若赞同的大声讲阿门。是咱的生命内面，若有上帝甲咱同在，毋管你伫啥物款的处境，咱拢会当靠耶稣来得胜。这就是主耶稣对伫咱信伊的人的一个上明确的一个证明。咱要来看咱的信志长老哈，伊伫最近因为伊的病情的关系，所以即马倒转去到伫病院伫遐来住院不止互咱真欢乐，总是上帝伫伊的内面，伊常常是靠着主耶稣基督勇壮伊家己，所以真侪人拢笑念伊真侪人去到伫病院来家看，嘛有真侪人无法度去，所以咱来看咱的信志长老，伊是安怎面对伊即马的身躯的状况，好无？牧师有甲伊摄影起来，咱来看一下，需要声音吼，需要声音。
咱来看到一个有耶稣基督怎样靠着耶稣得胜的人吼。好，我们的声音有吗？这是咱的昨昏，咱的中集去到伫病院甲伊探访。好，上帝的气力实在是真大，因为有耶稣基督为着咱钉死伫十字架，所以人靠着主耶稣才有这个气力。上帝伊就透过主耶稣就是伊家己本身道成肉体来到伫咱的中间，互咱会当信伊的歌话，所以死去的人嘛要歌话。咱拄则咱所读的这段圣经，伫哥林多倒位？哥林多的前书第15章吼。好，咱来看。我想咱看到信子长老拢真欢喜吼。因为对信心更好因心。好，咱再来看下面一个哦吼。咱看到信子长老伊的神情有好势无？真好吼，好，来，咱再来看哦吼，来，伊家己独唱哦，咱注意来听。较大声。你的恩典不曾先让我真实的见到你，在我的歌声里，我用幸福赞美你。你的美好是我今生中的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认识主耶稣。咱再来看下面一个，先知长老伊伫病房来甲咱鼓励。一般的来，我比一个，来当可以大声一点，弟兄的面前，这样给我新的人生。咱我们做伙来经过好人生哦，快乐，喜乐，平安，平安。先知长老甲咱讲平安呀，咱看见咱的先知长老，伊就是因为有耶稣基督话。所以伫困难的时，伊的心是平安的。阿门。你的心有平安无？阿门。所以咱的心平安，就是特别伫迄个困境的时阵，爱有平安，会当显出你是迄个基督同在迄个活力的生命。咱伫圣经所读的内面，咱就看到保罗伫甲遮的百姓伫甲因讲，伫甲因谈讲，什么是得胜的人生？是靠什么人来得胜？是靠耶稣基督来得胜，靠耶稣基督来得胜，总是咱伫靠耶稣基督来得胜的时，真侪人有真侪的疑问，牧师要来请问兄姐，当咱伫讲到耶稣基督，伊为着人过活，死过活，有人会相信无？若无信耶稣，无认捌耶稣的，你讲耶稣伊死过活，真侪人伊是无相信的。当保罗伊在传这福音的时阵，有真侪人就甲伊提出迄个质疑，就讲保罗为什么伫耶稣基督会死过活？咱知影，因为保罗伊亲自来体验，当耶稣伊死过活的时阵，有互500个人看到，阁有互伊12个使徒看到，连保罗本身嘛看到，这是会当真做见证的。所以就是人伫一个软弱的内面，总是有耶稣基督信靠耶稣的。你要知影怎样甲耶稣同在时，你就得到迄个快乐。兄姐，咱做咱经过咱的生活，其实有真侪通感恩的代志，但是咱常常拢甲迄个问题、甲迄个困境、甲伊放作大，然后通感恩的事，煞全咱拢袂记得。迄个感恩的事是上帝放伫咱内面的礼物。迄个感恩的事就是上帝不断要提醒咱，我的囝儿，我的查某囝，虽然生活有拄着侪你无不如意的事，毋管是艰苦，毋管是试炼，毋管是家庭，或者是你的经济，上帝伊讲，
我拢甲你同在；伫你患难的时，我无离开你。所以保罗伊就鼓励遮个兄弟姊妹，甲因讲：恁的信心着爱坚固，唔通摇动。恁的信心着爱坚固，唔通摇动。什么是坚固？迄个坚固就是拄着困难的时阵，你永远徛伫遮，人家下你嘛下袂倒，你永远徛在伫你的信仰内面。亲爱的兄弟，咱的先知长老伊徛在伫伊的信仰内面，有时阵会软弱，但是袂要紧。搁一摆，祈祷有迄个信仰的根基伫伊的内面的时阵，伊就搁一摆勇壮起来。所以保罗伊甲咱讲。所以，亲爱的兄弟啊，恁着坚固咱的信仰，恁着坚固恁的信仰，唔通摇动。伫即个世界社会，有种种人外口的讲法，包括即摆网络、即摆电脑、即摆青少年，所有侪世界知识，拢是咧叫咱摇动咱的信仰。摇动咱的信仰是啥物？就是你着靠家己就好啊，你着靠世间就好啊，你着靠有钱就好啊。这是一个真混乱的一个价值观。咱看到咱的后代一代一代，因为世界整个科技的发达，所以嘛改变人性，改变人的价值观，改变人的良知。你有感受到无？人的良知一直不断地减少，迄个良知所代表的是啥物？良知所代表的就是上帝放伫咱灵的内面，迄个属灵的本质，就是听，就是良善、仁爱、圣神的教律规矩，拢伫咱内面，迄就是一个良知。但是伫即个社会，已经失去即款的良知，毋但失去。而且因反对这款的良知，所以若咧讲这款的良知，讲这个圣经真理的，就开始甲你抵挡，然后反对，然后甲你勒骂。亲爱兄弟，伫咱的家庭，咱信主，咱的家庭还袂信主，爸母还袂信主，有这款的家庭无？真多。即马大部分拢是家庭的爸母还袂信主，厝里敢若即个囡仔信主。或者是一个人信主，一个人的信主，伊爱应付规个家庭对伊的信仰的挑战。咱知影这是无简单，因为无信主的人，伊会提出真济的问题、质疑来甲你挑战，然后来对你来甲你问、甲你质询。咱若是无准备好，咱要怎样来应付这只的？要怎样？来引带咱厝里的人来到伫主的内面，无简单，非常的无简单。所以伫即个圣经内面，拄则咱所读的，因伫论的是论一个问题哦。因伫论的是咧论讲，死人哪会过活？我要请问，你敢有相信死人会过活？你相信死人会过活吗？你若是相信，就表示讲你相信耶稣会过活。那安尼，保罗就甲因讲哦，假使你若相信耶稣会过活，为什么你袂当相信人会过活？因为相信耶稣伊死了后，伊过活，所以咱所信的，毋是信迄个死去的死人，咱信的是信过活的耶稣。咱信过活的耶稣，咱信这要创啥？咱信，因为咱信，咱嘛要得到过活。这就是保罗在讲一个真重要的真理，但是人的理性，互人感觉无可能。咱目睭所看，就是死去，就是死去啊！总是保罗就甲因讲，人伫地面上是肉体，是软弱的，总是伫地面上的形体，甲天灵的形体无共款。当人死了后过活，迄个属天的形体是灵的形体，是阳光的形体，伫地面上是垃圾，是一个软弱的形体。伫天堂过活了后咧，成做什么款的形体？荣耀的体。兄弟姊妹，假使耶稣若无过活，那安尼圣经所写的就是假的，你所信的嘛是假的。总是耶稣基督伊过活，有人看见，
有人看见，个圣经不断一代一代拢在印证。伫耶稣也未出世，进前就已经有记载。到伫耶稣出世了后，耶稣死个活，拢伫圣经内面的记载。这个记载就是对上帝来，伊要互咱活伫这个世间的人，咱所经营的，毋是咱的眼前，毋是咱的一生那点，咱所要行的是永远。所以，一个人有耶稣基督，成做伊人生的主宰也无，这是一个真重要的关键。因为一个有主的人生，你知影你所做的凡事，你的目标拢是为耶稣基督来活。就算讲你所做的这件代志是对的，总是人无欢喜，互人无满足，甚至人来甲你勒骂的时阵，你依然徛在伫这个坚固的信仰的内面。兄弟，这个信仰是互咱得到盼望，因为迄个盼望毋是到这个世间的路尾，是到伫世间的路尾，佮向前行迄个永远。所以，咱要坚持一个信仰。圣经来讲，你若要跟对我，就背起十字架来跟对我。亲爱的兄弟，咱的教会伫最近几年来，因为咱不断做幸福小组，咱的遮的报道出游，拢有带真侪的兄弟姊妹，遮的拢是也未信主的，因来到伫教会，所以咱永光教会有真侪是第一代的基督徒。咱一定要为着这第一代的基督徒来祈祷，因为伊无亲像咱是父母留落来，所以父母拢甲咱教安怎会当做。所以伫咱的家庭内面，咱的家庭看起来拢真好势，因为父母是这个信仰，传互咱嘛是这个信仰，所以讲话沟通真济，拢有一个共同的一个意识，所以这是一个真祝福的家庭。但是主耶稣伊讲，伫郊外的人、圈外的羊，上帝要甲伊箍倒转来，遐也袂捌主耶稣的，爱甲箍倒转来。所以咱的教会为什么一直做街头报道？咱的旅游的报道遐尼济，邀请遐尼济新朋友，就是咱伫赶时间，袂赴啊，车要开啊啦，袂赴啊，耶稣要来。所以咱一直要赶即个传福音，或者咱的百姓拢会当听到福音，所以咱就看到有侪兄弟姊妹开始来到伫咱的教会，总是因为因是第一代，所以伫厝里是足孤单的。毋若安尼，厝里人佫甲伊反对，就好亲像伫即一摆有青年要洗礼，因为伊是第一代，所以伊的父母就无同意，伊就袂当洗礼，甚至是信主的来到教会，厝里的人佫会甲伊笑，佫会甲伊挑战。你信耶稣偌好，你信耶稣也无你奈拢无趁钱，无趁较济咧，用真济的问题来甲伊反驳。亲爱的兄弟姊妹，上帝爱咱坚固咱的信仰，毋管即个社会、即个世界国际发生什么款的事，咱确信耶稣基督是咱的主，因为咱知人活的毋是暂时的，乃是永远。所以咱要一直到永远，爱靠什么人？靠咱的主耶稣。咱伫即个相片，伫即个荧幕看到的即个查理科克，查理科克伊是伫美国伫9月的即中间是上世界，即马是一直不断在讲的一个消息。即个青年人即马是31岁，伊创办一个叫做 Turning Point USA， 就是伊创一个福音机构。即个福音机构叫做转捩点啦，即个福音机构，伊创即个福音机构，伊在做什么代志？即个少年人，伊去大学去校园，然后去遐甲遐大学生坐咧讲，然后伫遐公开演讲，演讲什么货？或者伫下面遮个大学生，恁对信仰有啥物问题？恁会当提出来。真济遮个青少年就提出真济问题，然后即个科克先生即个科克先生就用圣经的真理来甲因讲。用圣经的真理来甲因回答，
因就嘛会问啊，为什么一定爱一男一女？啊，两个女的敢袂当结婚？两个男的敢袂当结婚？这个可可就甲因分析，然后这个可可伊在分析，伊拢用非常的温柔，用圣经的话，在甲这大学生甲因介绍，然后甲因讲家庭的重要，爸囝关系的重要，啊，搁有就是伫咱的性命的价值，每一个人的性命的价值拢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伊就目的为着要互这美国这青年，美国这个国家会当倒转来到伫圣经，因圣经伫美国用圣经基督教信仰立国的原则本质来重新唤起所有美国人，拢爱倒转来到伫圣经的根本来起造咱的国家，所以伊叫做转捩点机构。啊，这位可可，然后伊伫美国各大学校伫遐咧传讲，伊有互真侪的青年，真侪青年受到伊影响。毋过伊伫9月初10即一天，当伊伫咧校园伫演讲的时阵，却有人偷偷用枪就来甲伊拍着伊的颔棍，所以当拍着的时，这个可可就流血，真大量的血，然后送去到伫病院。伊伫一个公开大学生的演讲内面，啊有迄个枪手吼，安尼甲伊瞄准了后，就来甲伊拍，就来甲伊拍死去。这是伊的太太，伊阁有2个囡仔。伊的太太甲伊安怎甲伊太太熟识？伊甲伊的太太，因伫熟识中间，因为有共同的一个观念，就是用耶稣基督做根基，然后因的家庭拢照圣经来行真理，所以伊要将这个会当来影响美国，影响规个美国国家，佮未来川普要安怎行因的国家整个的方向。这个可可，伊伫这个中间，伊勇敢，伊放弃伊大学读册的机会，然后伊就真紧来创设这个机构，然后伊到每一个学校去传讲。这个可可，伊后来伊过身了后，伊讲一个真重要的事，伊讲世界是伫一个黑暗，是一个邪恶的黑暗，所以真侪人拢失去家己，失去伊家己的领袖，失去伊的感动，人甲人是中间是冷漠的，然后家庭开始分裂，家庭无参受家庭，这是可可伊看到这个心，伊感觉真艰苦，因为伊信耶稣基督，所有真侪遮的事应该转来到伫耶稣基督的根本，所以伊创设这个机构，就是将圣经搁一摆勇敢提出来，然后互美国人会当来照圣经来建立、重新重建因的国家。这是是毋是一个真好、真好的青年人？是，总是伊受暗杀，伊的太太出来讲话，然后伊的太太就甲大家分享，伊讲伊的先生可可31岁。伊总是在想要救这个少年人，会当互因会当行伫一个耶稣基督方向，所以伊想要拯救少年人，嘛要拯救美国人的家庭。伊无掠福音做见效，虽然有最多人甲伊笑，甚至甲伊讲你遮个拢做袂起来，即个社会、即个世界无需要你讲的圣经。阮要过阮自由的生活，腐败的生活，男不男，女不女，迄款的男女不分的社会的生活，总是这个可可用伊真少年，然后伊对圣经的迄个坚固，伊无摇动，伊就来传讲。伊甲这个少年人讲，过去遐个黑暗，过去遐个无正当的生活，过夜生活，或者是甲家己摆烂。无爱搁向前，遐个意念拢爱结束，转来到伫耶稣基督的内面，伊要拯救少年人，所以伊的太太伫伊的过身了后，即个追悼会、追思会，
美国办一个追思会，拢总有7万人来参加，7万人来响应讲，可可，你伫圣经的理念是阮认同的，阮拢要照圣经来行。亲爱兄弟姊妹，只有美国需要一个可可，其他国家需要可可无？拢需要。咱在座，咱爱诚做是一个可可的精神，坚固咱的信仰，然后，互咱的信仰会当诚做影响力。可可伊讲，信仰毋是伫教会内面一个家己享受的一个殿堂，信仰爱诚做文化，爱来影响学校，影响四周围的人，互耶稣基督真正活出伫咱的中间。这就是可可要甲咱讲的。亲爱兄弟，可可伊的太太就讲，即个甲伊拍枪击、甲伊拍死的即个少年人，伊的太太最后伫遐分享的时阵，伊讲，伊的可可、伊的丈夫嘛会参像耶稣，定死伫十字架，然后耶稣要断开以前，伊讲一句话，伊讲啥物？爸啊，赦免伊。因为因所做，因毋知。伊的太太甘着目屎，就讲：我赦免即个开始枪杀我的先生的即个少年囡仔，因为伊毋知伊咧做啥物，因为伊失迷，因为伊失去一个方向，伊无认捌耶稣基督，所以伊才会做即个代志，用枪杀死我的丈夫。我原谅伊，亲爱兄弟，可可伊即个 TP， 即个 USA 即个转捩点，即个福音机构，伊期待会当伫全世界会当有2万个点会当来开始。当伊过身了后，马上全世界已经超过5万点，5万间伫学校开始要用即个福音机构的圣经的概念，诚做因伫学校内面教育的概念。阿妹吗？一粒麦落伫土里，就要结出济济果子。咱伫台湾嘛需要可可，台湾特别需要，互圣经的真理倒转来到伫咱的生活内面，互咱活出基督。因为有主伫咱的人生内面，那安尼咱的性命就袂了然。阿门。所以咱爱宣告讲，有耶稣基督伫我的性命，我的性命袂浪费。大声讲阿门。毋那你，咱的囝儿嘛是共款。所以伊的太太伊讲，我原谅伊。请问，咱要讲原谅一个咱的敌人，敢有容易？无容易，无容易。总是伊的太太出来，伊公开来讲，我原谅伊。是伊的先生，伊讲。主啊，我伫遮，请差遣我。所以伊的先生，毋管做啥物款的代志，拢是非常的认真，无有讲嫌艰苦、嫌无时间，也是讲即个代志伊感觉无价值。伊的先生毋是即个态度，伊的先生总是甲每一件有关伫耶稣基督的事，拢做到上好，无浪费任何一件有关耶稣基督、传讲耶稣基督的事。虽然31岁，总是伊31岁无白了伊的性命，因为伊传讲。真侪人第一摆掀开圣经，真侪人第一摆逐礼拜到伫教会，真侪人第一摆甲伊的爸母讲失礼，因为听到可可伊传讲的福音的信息，开始伊的心转化，所以伊开设即个叫做转化的点，上帝会听。伫咱的内面，嘛祝福伫咱的中间，阿妹吗？咱做伙同心来祈祷。主，阮感谢你，透过你互阮的话语，主，阮因为你，阮会当得赢；因为你赢过死亡，所以阮嘛得胜伫死亡。主啊，阮也感谢你，互阮会当透过即个可可，伊伫伊的生命内面短暂的31岁。总是伊却完全甲耶稣基督你的话、你的精神、圣经的真理活出来，毋那活出来，伊也阁会当传讲伫众人的面前。主，这是一个福音的一个关键。阮看见最的美国
侪国家的青少年、大学生已经起来反映。主啊，这就是上帝你伫即个末世，你要搁一摆，互即个世间归往伫主，特别是遮个年轻的一代，遮个青年人以及因的家庭，拢要回归，成做耶稣基督你的学生。感谢俄罗主，祝福伫阮，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继续，咱要来收圣餐。亲爱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欢迎今仔归往伫耶稣基督洗礼，成做基督徒的来到伫咱永光教会包括其他的教会的，拢欢迎来甲主同坐桌，来享受主为着阮、为着咱准备备办的即个福音的杯。我相信咱今仔日也透过即个信息，要帮助咱，互咱坚持基督教的信仰，嘛，互咱更较清楚，咱的家庭成做基督化的家庭，这是上帝所应允，也要大大祝福的一个基础。咱伫主的面前咱做伙要来领受这个圣餐的时阵，咱就是照保罗所讲，我捌对主受，也捌传互恁的，就是主耶稣互人卖迄暝，伊有摕饼来祝谢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就行安尼来纪念我。食了后，伊也旁杯讲：这个杯是新约，伫我的血所设立的。今仔啉的时，就行安尼来纪念我。所以咱逐摆食这个饼，啉这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愿耶稣基督丰盛的恩典，甲咱众人同在。这时阵，咱要学习耶稣的款式，为着这个饼。为着杯，也为着你我，咱大家做伙伫主面前，咱三个来祈祷。主，愿感谢你丰盛的恩典，伫你创世的大生就知影阮人是软弱的，所以你就早备办迄个救恩的道路。到伫新约，你也透过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间，互阮会当去经验。这个真理是会当活出伫阮的生活内面的，也最后，基督你为着阮上十字架受定死，然后埋葬，通互阮知影，阮一生的罪过，拢会当甲主你同定伫十字架顶，因为你愿意背负阮一切的罪过甲罪恶，也互阮会当搁一摆。因为你的宝血会洗清去，倒转来到天父的面前，继续成做上帝所疼的囝儿查某囝。但今仔日，阮就是领受这个救恩，搁一摆来到你面前，通互阮透过圣餐，搁较明白，阮是结连伫你的，阮毋是属于这个世界黑暗的关系，通互阮搁较有权柄，无论伫祈祷、伫你的话语内面，伫敬拜中间。搁较亲自确认，阮是你的囝儿查某囝，也阮受测，成做福音的出口的时，阮就是带着快乐甲能力，将你的救恩会当透过阮的喙，透过阮的骹步来传扬出去。所以，阮多谢你，互阮永光教会成做传福音的教会，也互阮会当更较信，阮拢是你受恩的囝儿。多谢你，为着阮备办这个饼甲杯，成做你的身躯甲宝血。阮为着这个恳求你，搁一摆洁净，也洗清阮一切污秽，互阮亲近天父的时阵，通得到天父的欢喜。安尼感谢基督，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主耶稣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主耶稣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你就行安尼来纪念我。这时阵，要请咱的长老来服侍。
米娜长老。咱祈祷伫主的面前，来搁一摆甲基督更较亲密的连结。愿圣神这个时阵就临在伫咱的中间，也互咱的心会当更较开阔，更较领受这个救恩，因为这是基督为着咱备办的。咱开大声，咱将这个透明的这个幕甲拍开，咱就会当摕到内面这个饼，透明的这个幕来甲伊拍开吼。好，等咱拍开了，去互牧师看一下，来 ，OK， 这是基督的身躯，为着咱拍破的。咱就行安尼来纪念伊，咱做伙来领受。然后咱来将这个蓝色的幕搁真细意来甲拍开，咱会当甲真细意甲拍开吼。这是新约的杯，是伫主的血内面所设立的。咱啉的时，就行安尼来纪念伊，也搁一摆甲伊甲结连，咱做伙来领受。咱逐摆食这个饼，啉这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愿耶稣基督丰盛的恩典，甲伊满满的疼，伫你甲你的家，拢得到伊的充满。咱搁一摆，咱搁来祈祷。慈悲疼痛的上帝，阮多谢你，为着阮备办这个宴席，他互阮搁会当安静来思考，阮心内所信的是甚物，也阮所倚靠的是自罪。求你帮赞。互阮有智慧来明白，伫即个世间，阮无甚物愿望；伫天里，阮也无甚物所倚靠。阮只有相信，阮的愿望拢在伫你内面。阮所会当倚靠的，就是耶稣基督的宝血的业债，他互阮面对生活内面各种的挑战、困境，阮拢深知，阮毋是靠家己得胜。乃是因为阮靠你，才会当得胜。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伫十字架顶得胜，对死搁活，所以迄个搁活的规律，拢伫阮每一个人的生活的内面。阮的身躯嘛会当去经历你搁活的规律，所以愿你帮助阮，透过阮保守阮的身躯，也知影阮伫每一日的内面，拢要荣耀你的名。所以恳求你帮助。是阮伫阮正兄弟姊妹的顶面，嘛，互阮看见信仰的价值，甲家庭的价值，所建立的是圣经的家庭，圣经的基督化的家庭。愿你扶持，继续引带阮，互阮伫服侍、伫敬拜、伫会当服侍的过程，拢搁较经历上帝你丰盛的恩典。阮安尼感谢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今仔日咱有圣餐的奉献伫即个单内面。哦，是，我来报告一个吼。咱今仔日特别有要为着咱的即个冷气咱的教会冷气已经20几档即个中央的即个已经歹去即摆已经找无即个零件所以咱只好就爱全面来换过。因摆叫做水冷式的吼，所以咱伫14楼顶面有水塔，真大的水塔，个水塔嘛已经破去。师傅来看，讲迄是纤维，迄嘛无法度补，所以咱事实无论伫外口、外面的水塔，是内面的主机，拢已经袂当阁用所以咱的冷气有当时会常常会无够，就是拍袂起来，是讲本来3台在放。已经有1台确实是拢袂叮当，所以有即个情形，咱需要换。若换过要换，因为即个冷气管的关系，所以即个伫咱的装潢部分需要拆掉，然后甲恢复。所以即个爱有时间，嘛爱有金钱。所以今仔日咱特别要为着即个代志，咱差不多有算爱400万来奉献。所以请咱兄弟姊妹，这是咱的家庭。这是咱的厝属灵的家庭，所以咱凭着圣神对咱的感动，咱就会参与伫即个奉献的中间。所以今仔日特别要为着即个来奉献。当然今仔日嘛是圣餐的奉献，咱就会当来看顶面有无共款的因仔，互咱清楚了解。伫顶面呢有特别写中央空调的全款的奉献。这个就是这个奉献地，就写在这。奉献是回应上帝的听，嘛是感恩的表现。只是咱着用感恩的心，甲敬虔的态度来奉献。开始奉献。会众请起立。愿靠主是阮做者，咸比领受我命转换，信心感化，被你归来，报答主信心所爱，甘心乐意，一心一意，一切所拢属你，阮上高有，你上高你，阮被最心意互你，阮上高有，你上高你。阮被最心意互你。会众请坐。
时间分享，咱请牧师来主持。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甲隔壁来甲伊学乐讲，你真喜乐哦，来。阿门，有喜乐无？有无？阿门。是，对，喜乐哦，对，咱会晓所以对无吼？这就是喜乐吼，感谢主。来，咱做来关心咱的教会这个事工。大先，咱做要来读今仔日的导读的经文哦。来，上主的使者甲伊讲：你无应该问我的名，我的名是奇妙，恶得理解。士师记13章18节，搁一摆来，上主的使者甲伊讲。你无应该问我的名，我的名是奇妙，恶得理解。士师记13章18节，对，士师上帝要呼召伊，伊问讲：你是甚物人？互我知影。耶和华上帝讲：你无应该问我的名，因为我的名是奇妙的，是有大能力的。因为我的名毋是懒散，袂当懒散称呼的，总是咱感谢主，咱到新约，咱知影，咱会当呼求耶和华上帝的名，这是透过耶稣基督，互咱更较进入到伫至圣所来敬拜伊，这是咱的福气。阿门。所以感谢主吼，咱继续来看，咱真多谢主，咱伫第二堂。咱有要举行洗礼，有大人洗礼、囡仔洗礼，有专职的吼。咱嘛为着咱这个周报内面这名单，来为着因祈祷甲祝福。好，来继续。即马咱有121,598块吼，咱阁会当继续加油。你甲隔壁讲，加油加油，做伙奉献来。是吼。咱拢会当有福分咯，这个教会若有见证，我讲迄拢是恩典，对无？每一个数字，每一个金钱拢是恩典咯。来，咱今仔日第2堂礼拜后了，咱要来召开中执会，所以请中执来注意来参与吼。然后今仔日咱也要开小会，所以拢有真济的工作。小会，敢若小会有到10个议案啦，吼。真济这个事工，需要透过咱的长老做伙合合，来继续来推行。好来，今仔日咱伫第2堂，咱嘛要来开始启动咱第19届幸福小组。即届咱有缘每一个小组拢会当参与，所以咱有35组，这拢是咱的福长，愿上帝帮咱，互咱意爱传福音的时阵。上帝就互咱有信心、有能力，甲人带入来，对无？咱幸福小组是甲人带入来，对无？街头报道咧，是出去甲人诱入来，迄无共款吼，哇！所以这是咱拢是伫传福音的教会吼，感谢主哦，好，牧师伫拜二阮全家有一个年假，所以阮有受邀请。去到伫迄个洛杉矶的所在，遐有咱洛杉矶的台湾人的教会的一个聚会，因透过牧师的安排，望我会当伫遐来分享咱永光教会的整个的转型建制的过程吼。所以真感谢主，互我有即个机会，阮有缘有一个时间会当来休困吼。当然伫迄搭遐嘛有真济甲遮个同工的连结吼。最近我嘛联络咱的一个会友叫做简朝树雕像遐，咱毋知会有几人会记得伊无吼？因为伊足久无倒转来吼，拄好去会当去伊所属的教会，嘛会当伫遐甲伊分享一下吼。好。所以伫这中间，若有啥物代志，咱除了联络教会，咱会干事伫上班时间以外，咱国宾长老嘛会当甲伊来联络，伊会当来甲咱斗相共来了解吼，联络好。好，咱10月11就是搁过来即个拜六，咱会
这个舞班就要来开课咱嘛为着这舞班的开课来祈祷吼，因为透过跳舞透过品格、甲团体、甲信仰互咱的下一代会当慢慢来形成互因继续伫教会内面来得到上帝好的祝福，这是需要伫这个世代内面真正的光，就是伫教会内面吼，所以咱求上帝来祝福。好，咱有一个教会制造的这个规的垫子吼，这个是真好的吼，佫真俗牧师这买创足简单。你若透早来祈祷会的时阵，你嘛当摕得来吼，是讲伫厝你要继续用贵的来祈祷，你就会当来买哦吼。这个是一个100块尔，有登咱的 logo， 真水所以欢迎大家来吼。其实咱定的是有限的，因为咱教会要留一寡，就是伫早天的祈祷会大家来跪得祈祷跪咧祈祷是足有困难的哦，兄弟姊妹咱谦卑落来。屈加落来时阵，上帝就搁较加添伫咱的顶面吼所以即摆牧师愈贵，脚豆腐愈勇，阿门。这是真正的一个见证吼。好，来咱伫10月初4要召开有班的筹备会，请大家来注意吼。来继续，咱的乐龄营要来休困2摆，因为拄好拢是伫国定假日吼。所以咱伫10月13的拜一，较来恢复聚会，请咱来注意这件代志吼。后来儿童因有我是京剧王的比赛，伫10月12这是牧区的消息，嘛请咱来关心。好，今仔日咱幼园儿童牧区有老师的会议，请老师来注意这个时间点。咱特别来为着这个需要大家都会继续来祈祷吼。咱的桂凤姐王翁碧溪才艺拄好开得了吼。吕金耀庄金凤甲咱的信志长老，咱周报内面有登记者的请咱看周报，拢会当继续大家为着伊来祈祷。阮伫早天祈祷会，大家拢为着这个需要的祈祷，这是阮感觉是真欢喜的一个困难吼。好，多谢咱继续来甲咱教会的这个伫网络顶面有好的连接因为咱有新媒体的团队因拢甲教会的消息是揭露用足水的影片吼，足底影片伫互人知影咱永光教会咱家己嘛会当去看哦这个新媒体伫这个时代是必要的吼。好。这时阵，请咱大家起立，咱做伙来吟这首诗歌，彼此来祝福。安福气满满心，万圣心来充满你，大梦大热烈大福气，上帝祝福你，祝福你。明灯照你，伊若充满你，烦恼拢无去，主赐大福气。上帝祝福你，祝福你，伊的明灯照你，伊若充满你，烦恼拢无去，主赐大福气。伊若充满你，烦恼拢无去，主赐咱有看到咱有新朋友吗？第一个来。我是为你讲会的牧师，退休的牧师。是，哇，贵姓？贵，剪草头，下面就富贵。贵牧师。贵牧师。哇，贵松松的牧师。感谢主哦，是，哇，所以你台语嘛足厉害哈。是，学长好。哇，咱欢迎贵牧师夫妇会再去伫咱的中间做伙来礼拜哈。愿上帝祝福
互恁继续恭敬会当搁继续服侍主我相信恁去到伫每一个所在，拢带着祝福去，阿门。好，这时阵咱做伙OK， 好，讲有一个爱特别今仔爱甲请安一下，就是伫咱荧幕咱的直播内面有一位水清兄，咱会记住无？伊是青面，毋过伊拢9点固定就是来看咱听咱的台语的礼拜吼。阮昨昏听着安尼足感动，所以水清兄平安，大家甲讲水清兄平安来。水清兄平安。阿门，是哇，咱做伙领受对上帝来的祝福。当愿上帝丰盛的恩典，盘过人所想话到的，搁较丰盛伫你的性命，伫你的家庭，互你日日经验圣神的带领甲充满，也互你活出对上帝来美妙的祝福甲见证，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阿门。阿门。平安，上帝继续引带咱每一个的脚步，请坐。咱今仔的敬拜暂时到这。